你有冇發現小便有泡，成日要去廁所，容易攰，或者有頭暈水腫嘅情況？呢啲可能係腎功能下降嘅警號。腎臟係人體嘅重要器官，負責排毒同維持健康，但隨住年齡增長，腎小球過濾率自液化會自然下降。如果唔及早保養，腎臟健康可能會受到影響。肝腎力係一款香港註冊嘅天然補腎配方，結合日本漢方養生概念同科研技術，專注幫助支持腎臟功能以及整體健康，促進健康腎功能，維持 eGFR 指數，幫助身體排毒，促進血液循環，抗氧化，減少腎臟老化損傷，全面支持整體健康，包括精神、體力、小便同睡眠質素。無論你係小便問題、eGFR 指數低下，或者只係想日常保養肝腎，肝腎力都係你嘅不二之選。唔少用家已經分享咗佢哋嘅親身體驗。正面改善就係夜尿少咗啦。另外咧就呢個泡泡尿咧係明顯係少咗啲。咁去到咧醫生都係話，有改善啊，幾好啊咁，指數係好好多啦，抵啲啦咁咯。咁樣我自己都對日本產品係比較有啲信心，所以食到而家都仲 keep 住食咁樣咯。守護腎臟健康，越早行動越好，即刻選擇日本製肝腎力，俾自己同家人最全面嘅照顧，協助人們通往健康。